歡迎收聽提神百香果靈修頻道，願神嘅話語成為你嘅導引。詩篇17篇8節：神啊，求你保護我，如同保護眼中的瞳人，將我隱藏在你翅膀的蔭下。神啊，求你保護我，如同保護眼中的瞳人，將我隱藏在你翅膀的蔭下。神啊，我心渴想能夠隱藏，停留喺至聖者、全能者嘅蔭下，連繫於你，被你保護，有神嘅公義遮蓋，將我分別為聖，遠離險惡，不遭禍害。喺神嘅愛同埋光之中，有聖靈同在同埋引導，嚟梳理心靈裏嘅雜質，修正扭曲，療癒破碎，與神你建立真誠嘅關係，做回真實嘅自己，得着真正嘅平安。感謝神嘅恩典同埋憐憫，奉耶穌基督得勝名字禱告，阿門。